邊個話閱讀只可以乖乖坐喺度？呢一個禮拜嚟沙田可以睇立體書、行港深繪本展，用3折買新書，仲可以聽名人作家現場分享。2026香港閱讀家即日起至4月26日，以閱讀心旅為策展主題，喺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辦閱讀嘉年華，透過文化與創新、知識與學習同埋感知與生命3條主題旅程，帶人重新發現閱讀嘅樂趣。現場設有深圳讀書月組委會支持嘅共讀商城港深聯展專區，展出香港同深圳提供嘅精選繪本，加強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交流。出版界精選展出逾8本香港出版嘅得獎書籍同埋特色立體書，揭開有驚喜，仲可以帶上 VR 設備感受沉浸式閱讀。38場免費工作坊，包括深圳帶嚟嘅非遺工作坊，好適合親子體驗。購書專區就有過千款香港出版嘅圖書同文創低至3折。4月23號下晝3點，場內仲會舉行共讀半小時活動，不妨帶上一本自己中意嘅書嚟參加呢場閱讀嘉年華。